有關俄勒岡州失業保險計劃的問題。我的每周福利金額是多少？你的每周福利金額，或簡稱 WBA， 是你在一周內可以從失業保險計劃中獲得的最多金額。在你完成了初始福利申請後，俄勒岡州就業部將會寄一封信給你，這封信稱為工資和潛在福利報告，當中包括為你的特定申索計算出的每周福利金額。想知道我們如何計算這個金額？你的每周福利金額計算為你基準年稅前總收入的 1.25%。假設你在基準年賺到26,000美元，以下是我們如何計算你的每周福利金額的方法。從你的總收入26,000美元開始，然後你把它乘以 1.25%， 得出每周325美元。俄勒岡州法律還為每周福利金設定了最低和最高金額，這些數字通常會在每年7月更新。請訪問以下連結獲取更多資訊。